今期國道1分鐘同大家探討人口販賣。人口販賣 （human trafficking） 就係現代嘅奴役制度。根據聯合國嘅定義，但凡未經受害者同意，使用暴力、欺騙、強迫、心理操控等嘅手段嚟操控受害者、勞動、賣淫或者奴役去剝削佢哋，剝奪受害者嘅尊嚴同埋自由，造成佢哋身心靈嚴重創傷嘅，就係人口販賣。現代奴役嘅種類包括由被逼賣淫，又稱性販運、強制奴役、債務約束、被政府強迫奴役，好似兒童從軍、強迫婚姻同埋拐帶兒童行乞。今日全球奴隸嘅總數係歷史上面最高，至少有3500萬人被奴役，其中60%喺亞洲被發現，8%嘅受害人係婦女同埋兒童，佢哋嘅7%被逼賣淫，當中包括200萬名孩童。人口販賣所得嘅利潤僅次於販賣毒品同埋軍火，位列有組織罪案嘅第3高，每年為全球人口販子帶嚟美金320億嘅收益。截至現時為止，只有5萬名受害者獲得幫助，亦即係0.04%。喺香港情況，香港係販運男性、女性、兒童被逼作色情賣淫及強迫勞工嘅目的地、轉運地及來源地。香港嘅受害人數達到13000人。香港政府回應呢個問題嘅評級係 C 級，僅次於最低評級 D 級嘅國家包括北韓、伊朗。香港冇簽署聯合國防止打擊及懲罰人口販賣協議，亦都冇辨認、保護或者協助本地販賣受害者嘅安排。受害者往往因為過期居留及從事色情行業等嘅行為而入獄，所以佢哋大多不敢舉報。社會各界已經開始察覺問題嘅嚴重性，香港商界有企業同埋組織亦都起嚟回應，例如 Mekong Club，佢哋呼籲企業用企業嘅技能同埋資源去打擊人口販賣，察覺自己生產線上邊有冇牽涉人口販賣嘅活動，要保證自己嘅產品唔牽涉強迫性嘅勞工，而打擊人口奴役就係社會嘅企業責任。作為消費者喺購買產品嘅時候，要留意產品同埋背後有冇人口奴役嘅關係。